以色列對三大宗教嚟講，都係佢哋神聖嘅聖地，就係猶太教、基督教同埋伊斯蘭教。呢一座美麗嘅石頭建築落在喺錫安山上，傳統上被認為係大衛王墓遺址，亦都係耶穌同門徒食最後晚餐嘅樓房，都係聖靈第一次落在門徒身上嘅地方。呢一座建築大約有1000年嘅歷史，為咗紀念呢啲嘅事件，樓房喺遺跡嘅根基上重建。喺過去嘅2000年嚟，唔同時期嘅統治者都會喺耶路撒冷嘅建築上面留低自己民族傳統嘅印記。因此喺馬可樓，我哋會發現有羅馬柱、希臘拱門、十字軍嘅哥德式建築風格，甚至係穆斯林嘅祈禱壁龕，都喺呢一棟壯觀嘅歷史樓房中睇到。研究人員話俾我哋聽，呢度亦都係耶穌復活後喺耶路撒冷舉行第一屆猶太基督徒大會嘅場所。使徒行傳第2章讓基督徒對聖靈有更新嘅認識，使徒喺生命因着經歷聖靈嘅作為有改變。正如聖經話俾我哋聽，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在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着聖靈所賜嘅口才說起別國嘅話來。根據傳統，聖靈首次降臨喺馬可樓之前幾星期，就係耶穌同門徒一齊慶祝逾越節食最後晚餐嘅地方。嗰日，耶穌知道自己將會成為逾越節嘅代罪羔羊，為世人嘅罪釘死喺十字架上。耶穌正為承受十字架各種痛苦做準備，甘願獻上自己承擔罪嘅刑罰。耶穌特意安排喺嗰個嘅晚上同門徒一齊食最後嘅逾越節晚餐。嗰晚佢第3次舉杯時帶住祝福話，呢個係為門徒設立嘅聖餐，餅同埋杯代表佢嘅身體被擘開，寶血為罪人流出，宣告神與人之間所立嘅永恆新約。然後佢教導門徒話，佢係葡萄樹，我哋係枝子，永恆嘅生命嚟自葡萄樹，而作為枝子嘅我哋完全依賴葡萄樹嘅連結嚟到獲得屬靈嘅生命。身處喺呢一個歷史嘅建築中，令我哋回想起聖靈初次嘅降臨。喺約翰福音16章話，耶穌教導我哋聖靈嘅主要工作係咩呢？佢話，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為罪是因他們不信我，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裡去，你們就不再見我。為審判是因這世界嘅王受了審判。世人為罪惡、公義和對抗敵人而獲得嘅勝利，都透過聖靈嘅工作向我哋顯現。今日你所企嘅地方，就係呢啲一切事情最先發生嘅地點。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想睇呢個視頻嘅完整版，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信息，你可以點擊以下嘅網址。